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有游览车业者出面批评政府，讲伊手底100外只车即马卖甲剩一台。另外，交通部宣布讲要提供旅游业总金额100亿的贷款。8月28加东火车站一站自强号的车，因为信号灯拍唔到，入站险险啊弄到区间车。桃园市空务人员9月工会指出讲，罢工结束2月日，中营公司嘛一直咧甲罢工的人员算总数。咱来看嘉义民雄的协志工商创办到今49档，招生嘛拢有稳定。不过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何明忠煞伫咧昨发表一张公开批，寄予所有老师甲职员，表示讲明年开始要停止招学生3档，通好专心来转型。学校这边嘛讲，现部学生上课拢袂去影响到老师甲职员的权利，因嘛会尽量保障。拄则开学无几工，学生搁咧领新册，学校就宣布未来3档无要招生，学校要进行转型的消息。协志工商表示，学生上课同款无受到影响，而且针对教职员嘛有提出优利甲优退方案，保障因的权益。我们并不会有恐惧感，就像说，3年全部结束，所有老师全部执行，不是，我们是很顺利、自然的逐年优退的方式，或者是借龄鼓励老师就这样子退休。对于这样的转型，我是觉得董事会这边很有远见，我们是支持的。协志工商目前有大概科系总共2000多位学生，校长表示，即马全国小学4年的学生差不多有17万人，未来5档后，这学生高中毕业，私立学校会更加歹招生，因为安尼才会做出转型的决定。所以阮转型的目标大概朝社会教育事业、文化或者是医疗事业方面整体合并的一种综合体。学校表示，这个停止招生不是经营上有问题，是要替未来做准备。未来学校会用更加专业的内容来提供服务，而且收费嘛继续符合国家的规定，希望会当继续培育在地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旅客来台湾，近来这3档月按算有减100多万起。今日高雄有游览车业者出面批评讲，政府拢全部针对观光游览的对策。伊手底自本有128架游览车，安尼一直烫、一直运、一直卖，卖到即马剩一架。高雄市游览车工会嘛出来赞讲，自本台湾有10%至15%走车业者是专门咧做中国旅行团的生意，但即马都甲剩5%尔。邮轮客高雄港外面几10台游览车单卖载人客游览高雄，这是今年5月中国厦门邮轮载来2000几名大陆客的情况。不过大量大陆客观光的场面，这2档其实无车快。有高雄在地游览车业者就指控，大陆客3年来减少伤多，以128台游览车卖到只剩1台。在2015年的时候，我的团1个月将近1000多团，那自从不到半年的话，降到不到50团。每个月平均年薪水的话，将近800多万，所以撑了3年多就亏了数亿以上。业者批评国内旅游无起色，新南向帮助又搁无大，观光产业一直无好，政府煞无对策。高雄游览车工会表示，台湾差不多1成到1成5业者专门做大陆客旅游，这3档确实都超过一半。确实，每个业者都过得不好啦，因为陆客团缩减的关系，尤其今年8月1号以后。自由行的签证已经停止了，所以这整个影响，我相信这未来会越来越明显。不过，理事长家己的公司依然有40几台车，而且愈做愈大。伊强调，9成业者是以交通车做基本的收入，再搁想办法接旅游团，才会使避风险存活落来。不过，游览车产业确实是景气真歹。交通部嘛建议10月1号开始，游览车1年唔免燃料税。
记者王家川、郭建准给我报道。讲到观光游览这阵啊饲草歹，交通部一来有针对国内旅游增加补助，二来佫宣布讲观光局会出面担保，协调一寡银行特别提供旅游业甲饭店业总金额100亿的贷款。林佳龙部长讲，这是望要治标兼治本。不过有学者烦恼讲，大环境遮歹，干那要靠贷款嘛是不接一，袂久长。一早人客退房，房务人员无闲清理。即间伫南港展览馆附近老字号上路，大概拢是商务人士。尽管有稳定客源，毋过受到中国观光客毋来，整体市场变价竞争影响，大房率也是小滑落。全台旅宿业目前伤过济，而且真侪业者拢要咧排贷款。经营是愈来愈不好。我们的会员大概就是要贷款，结果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们现在陆客没来，你们生意有受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考量在。为受困业者，交通部计划制定定型旅宿业融资相对信用保证要点，协调银行团针对旅宿业专案贷款，总额度差不多新台币100亿。上紧这个月开始，申请时间会继续到2021年底，由观光局提供5亿来担保。交通部强调，这只是真侪项观光政策之一，希望能治标也治本。这个就是标本兼治，我们是有整体的观光的政策，但是短期也必须要帮助困难的观光业者渡过难关。如果在短时间之内，或者是在未来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没有办法把市场做大，我们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客源，那么这些旅宿业的财务状况如果每下愈况的话，它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还这些贷款。观光业者表示，若是短期内观光大环境依然无好，敢若靠纾困贷款，真歹解决业者困境。旅宿业者也认为，今日补助虽然有指挥效果，不过有望望政府加强国际营销，同时也落实国内非法旅宿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顶日一只柴油自强号列车伫咧嘉东火车站要入站的时阵，司机明明都看到铁轨路顶的信号灯拍青，意思讲会使行得，结果远远佫眼到已经一只区间车歇伫咧车站内。伊毋则赶紧将速度放慢，大事来化小事。专家嘛讲，这款错误免哪会堪得发生？车撞车，死伤偌凄惨，敢也毋知惊咧。火车驶伫铁道管顶，即个要前往屏东嘉东站的火车，经过入站电号的时阵，明明显示顶头是会当进站的车顶，但司机员经过了后，却发现有状况，车道管顶同款停了一个火车，赶紧来检查。刚好是在软体测试期间呐，因刚因为有测试哦，所以因为你得爱问迄落啦，问迄个铁道局。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8号，司机员最后提早减速，无造成事故。嘉东火车站嘛相对低调，毋过专家认为，进站的灯号就亲像是马路顶的青红灯，青灯就是显示会当通行所有列车。这种错误是真严重，甚至是无应该发生的。因为若是伫西部干线，亲像是车速真紧的普悠玛车等等的列车，有可能因为未互动造成严重的伤亡。万一这个月台有可能它是在一个弯道上。或者是后方这辆车，它行驶速度很快，等它看见前方有列车的时候，它已经刹车不及，那造成前后列车的追撞，那是可以造成很严重的死伤事故了。代替回应，长江是因为嘉东站运转的保安装置故障，原因是因为长江嘛有铁道局咧施工，后续施工人员无把这个电缆接线恢复到正确的所在，代替轨道咧侦测的系统无接收到正确的消息，将会邀请到铁道局来检讨到代志的原因，找出一个解决的方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屏东报道。咱来看台南顶日一个轿车的车主，伊是停伫咧机械的车位。结果伊是遥控器要甲家己迄架车架吊起来停，无注意讲边仔别家机械停车位人还搁咧用，结果加歹别只车的车门，加载是拢无人去伤着。外面会当看到，在这栋大楼上班的女先生才当要出门，物件才拄放入去后车座尔，隔壁车位煞熊熊升起来。原来是隔壁车位主人有偷去甲遥控器，车未到位就生气，怎害隔壁车门去卡掉的？等到我发现车子在晃动，
才惊觉不对，我就站起来，一直朝着隔壁这位车主一直跟他喊，叫他停，喊了好几声，这时候他才发现，才赶快按停。加在是无人受伤，女生是讲隔壁车主也无先落车，确定附近敢有人，事后也加讲大声话，乱讲无人甲开车灯提醒。这一般你要操作进前，你就是爱看嘛，爱看有人嘛。当然啦，看有人无人，伊都无看，伊就甲操作啊。真侪大楼为着新空间，大部分拢是这种新建的停车位，一般拢是先甲车停好，人才落来骑。不过有寡民众为着家己方便，会去偷夹一支遥控器。有人是较考虑到安全，认为安尼做并无妥当。这么危险，你看连我们去按都有这种危险，我怎么可以从半路就遥控呢？对不对？哎呀，因为我不知道车子里面有人。也若这个偷夹遥控器的车主，伊无爱接受访问，后续已经请保险公司来处理，修理差不多爱开3万。也加在这届是敢若夹到车门，若无效果是不堪设想。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有民众真正讲桃园的大溪，几偌大的路口监视器，拢若亲像无看到。即马有立法委员调查就发现讲，毋若桃园尔。南北二路6堵的监视器，加减拢有爱改善的所在。你想讲有画面规个乌去，还是镜头去路顶去树叶炸掉的嘛有？立法委员就点名桃园市甲台南市监视器上盖照机，都要赶紧改善。大家若是拄到连续休困日，各道拢会出现真侪登去故乡，也是出去佚佗的车。高公局会当透过交通 CCTV 监视器来掌握路况，而且及时排除问题。毋过，伫各县市的路口共款嘛有 CCTV 帮助警方查清楚交通事故。毋过，国民党立委陈学成最近接到民众陈情，桃园市大溪有真侪重要路口的 CCTV 拢无法度看，所以开始全面调查。所发现讲6堵的监视器拢有真侪问题。213只，它是在官网上面无法显示，你无法找到的。从我通知他之后，开始修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我实在无法了解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无论是镜头去互树叶砸掉的无对准路口，还是故障无画面，6堵的监视器的问题真侪。其中桃园市、台南市的 CCTV 除了数量真少，问题嘛侪。像讲桃园市有213支伫官方网站所起用标示做所在地区无法度辨识，台南市是搁较罕 ，CCTV 的网页版故障，任何浏览器拢无法度看。立委提出质疑，一个监视器都通知故障到修理好，煞要用3个月时间。因为我们高速公路辖管1500公里左右的长度，那目前大概是有2300支 CCTV， 那妥善率都可以达到大概95%以上，要在就是3到4个小时之内就要去现场去确认故障的状况，然后依照故障的情形去做修复。针对各个局管理的 CCTV 故障排除，仅需要4点钟，甲桃园市修理的速度是差真多。对这个代志，陈学成表示，会伫立法院开议了后来监督交通部，检讨6堵的监视器故障的欠点，而且赶紧修理好。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蔡英文总统身为3军统帅，今日主持咱国的军队有史以来头一摆举办的士官专科学校新生入学联合开学的典礼。伊嘛讲，军官、士官拢是一家人，政府即马是重视士官的专业地位。另外，蔡总统阁宣布，士官制度有5项改革的方向，主要就是要提高士官的素质，增加士官的待遇。总统蔡英文初6亲身主持3军士官专校联合开学典礼，这是国军有史以来头一届为士官专科学校的新生入学举行联合开学典礼，也代表政府重视士官的专业地位和用心培训。请国防部未来持续办理，来鼓励刚刚入校培训的年轻人，传承士官以身作则的精神，并肯定现役士官的贡献。提升国军整体的士气。蔡英文致辞的时阵表示，军士官拢是一家伙仔的人，士官更加是协助军官达成任务上主要的助手。期待士官勇猛顽强、牺牲奉献、以身作则的传统精神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嘛，希望新生的活泼行动会当变成未来士官创新的动力。大家一起穿着军服，然后在这边接受总统的慰问，还有开学，是非常的兴奋又期待的。在毕业之后，如果能成为一个云文云武的优秀士官，我希望能够有出国进修的机会。我希望能去当装甲兵，到国外接装。
高职时就非常的向往修飞机。航空技术学院不只可以供学生出国比赛，也可以练英文。蔡英文宣示，未来士官制度改革一定向5大方向行，鼓励进修，提升士官素质，调管士官的待遇，善用士官接地气，提升地方对国军的认同，照顾退役士官，互因就学就业的照顾，贡献社会协助产业发展。另外，继续办理3军士官开学典礼，荣耀传承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段宜康伫咧 Facebook 写讲，郭文铁就是较高考试的韩国瑜。台北市长郭文铁却讲应讲，无蔡英文敢是较含慢考试的韩国瑜，陈菊敢是较严审的韩国瑜是无？议论人的外观，莫非郭市长是失言？伊本身是无讲要认错，不过有针对昨讲台湾出名的美人林志玲有新的代志，开喙回实咧，因为这层嘛是失言。台北市长郭文铁佮传出事件的风波，进前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表消息讲台湾第一model林志玲结婚有心，去互国家骂讲郭文铁无医德，漏写文书嘛违反医术法。伫媒体一直解问，郭文铁总算是开嘴讲歹势。老实讲，我那个性平教育还是不及格。所以呢，要道歉，跟林志玲讲一下。好了，这个该道歉就道歉了。现在刘家人，你是怕害到台大医院？不会啊，我这个台大没关的。郭文铁才答回失礼了，就叫媒体问讲，民进党的立委段宜康伫人面前破文讲郭文铁是较会晓考试的韩国瑜，想袂到郭文铁说笑连续甲蔡英文甲陈菊嘛讲惨了。那小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韩国瑜，那陈菊是比较回的韩国瑜。市场真是失言吗？你们新潮流要打我一定一定跟你对打，我跟你讲。郭文铁小连续来事件嘛，互人受中国敦义进前因为庇受陈菊的身材引起真大风波，即马为着国民党的整合，互吴敦义正伤脑筋。毋过，就伫咧郭台铭定言讲，在是进前可能无遐同吴过会的消息了后，互吴敦义挡袂掉，加讲郭台铭无信用。如果没有胜出，就不会去竞选。这是在进行全民调的初选之前，彼此都有这样的承诺。每一个人都应该守信用。那他现在就是不见你，你怎么办？见不见要双方都同意才能见。吴敦义强调讲，会请副主席谢龙斌继续来沟通。若是有生意，无论是慢一天还是慢一礼拜，见面拢不要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顶日批评讲，来台湾做工课者外国的劳工袂输是假共款，这引起众人的议论，甚至有人将伊的言辞翻译作印尼话，传去到国外。伊嘛有写称家己是咧讲来台湾做事，结果脱走，变做无牌非法的遐外国劳工。今日韩市长搁再一摆强调，伊全无藐视人的意思，嘛真感谢现时台湾这新住民，搁有对外国来这劳工朋友。非常感谢新住民到台湾来，也非常感谢很多外国劳动力，不管是来这里帮我们各种工作、工厂、企业，非常感谢。那至于我们整个政府这几年、这2、3年所谓免签证，会不会造成新的台湾的问题？政府要面对。那有一些海关、移民署的基层的这个公务员反映给我，我还是要保护他们的身份。他们反映他们在第一线面临到一些问题，我很诚实的跟台湾社会来报告，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一点都没有。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早起，甲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见面。本地行程是排11点20，结果11点36伊才现面。会后接受媒体访问，伊嘛赶紧强调讲，今日伊无较慢到，是对方有去抢着。另外，针对顶日用假来比评外国劳工的言辞，伊也驳回讲，咱台湾的囡仔7个都有1个是外国的新住民来咱遮躺的。对新住民，伊只有是相当的感谢。咱来看美国甲台湾中间的国防工业会议，10月要踮美国迄边举行。国民党前2年拢无派人去，不过今年拄抢要拼总统，因决定派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的成员去，主要就是要向美国表明讲，因若当选嘛是会加强甲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专案主任波尼格雷瑟伊也公开讲，明年若是蔡总统连任者，拍算是未对中国惹起军事的冲突，台湾海峡定着同款式的瓶颈。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要伫美国举行，国防部的由副部长张冠群代表出席。拄好碰到大选，哪里拢真重视。蔡总统执政团队的人选也未确定，风声讲包括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主委林成伟拢会参加。国民党前2党拢无参加，这个确定派出韩国驻国政顾问团、国防3剑客黄介正、陈英康、田在迈以及2位科友人江启臣出席。虽然表达家己的国防愿景互相拼场。如果我们重返政权以后，不论是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都会全力支持台美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深化，解除美方的疑虑。黄介正表示，这纸会强调讲，国民党虽然主张两岸和平，但是绝对不是无重视国防实力，用这个方式诱近甲美国的关系。另外，香港反送中所产生的示威，继续引起国际和台湾对港台局势的关注。华府智库 CSIS 主任加莱仪伫咧出席美中关系听证会时阵，就指出，在期内台海发生危机的几率无悬，若是总统蔡英文连任，嘛袂引起军事冲突。So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not, in my view, heading inexorably toward a crisis. I think if Tsai wins re-election, she is not likely to take radical pro-independence measures that could back Xi Jinping into a corner and provoke a military response. 加莱仪表示，若是国民党第2款摕到多数，中国的信心有可能增加，对台湾采取加压式的网船战略。但是，伊认为长期来讲，习近平有可能因为内部对统一具体进展的压力增加，致使未来5档至10档，恐惊会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美台拢必须爱做更加济，互北京相信台湾有充足的自我防卫决心。美国嘛需要台湾有自卫决心，才会当协助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英国首相强森，伊坚持无要甲欧洲联盟继续协议，要伫咧资本拼好的10月底直接脱离欧盟。不过，这个主张伫咧9月初4，国会断票断输，总是伊也无要屈服，讲伊甘愿死伫咧9月底。这就是英语的俗语话，讲要拼到最后一口气，绝对无要照国会的意思，将脱离欧洲联盟的时间搁再押后。是讲强森的亲小弟立场是靠我欧洲联盟迄边，甲因兄哥无共。为着顾全亲情，伊也宣布要将家己国会议员甲内阁阁员的职务归去司托局，唔通甲兄哥冲突。That you will not go back to Brussels and ask for another delay to Brexit. Yes. And I can. And would you I'd rather be dead in a ditch. So you would resign first, Prime Minister, rather than go and ask for that delay? Look, I just don't. I really. It costs £1 billion a month. It achieves absolutely nothing. What on earth is the point of further delay? 就算英国国会测试通过走动部协议硬脱欧的法案，阁好怪首相强生改善国会提早大选的主张。强生依然坚持绝对袂向后面来要求签时间，一定爱伫10月31日脱欧。伊的政府找到阁一届向国会来提出提早大选，毋过反对派呛讲一定会阁一届来甲伊封杀。保守党的党员因为脱欧的路线无共，已经有21个议员伫议会投票去互开除党籍。强生找过阁失去一个坚强的盟友，就是伊的亲小弟乔强生，嘛因为亲欧的立场甲因阿兄无共，无法度兼顾家庭啊，个国家最佳利益，宣布甲议员甲内阁副部长的职务辞掉。It's been an honour to be MP for Orpington and a minister under 3 governments, but it's time to move on. Joe doesn't agree with me about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it's an issue that obviously divides families and divides everybody. 强生伫维克菲尔德一个警察培训中心，伫讲脱欧相关的议题。布里克讲甲伤愤慨嘛，讲伤久，讲甲卡脚的培训生挡袂掉，徛伤久怎哭落来。迄下美国副总统潘斯嘛去当年10号甲强生来会谈，表态讲支持英国脱欧的决定，嘛讲美国已经准备好啊，随时愿意甲英国来参详自由贸易的协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声乐3大男观音其中一个，今年78岁，多明国。8月就去互9个女性指责讲，伊伫咧男女间的动作真无礼貌。9月初5，美联社又搁报道，继续有11名女性站出来，指责多明国利用家己的地位甲声望，骹来手来，要甲因美高翔。目前受害者计共已经有20个，不过多明国的发言人嘛因讲，这个言辞全拢无事实。
观众集合伫咧表演中心的入口，不断喊 Bravo 兼拍婆啊！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哥，8月31日去奥地利萨尔斯堡表演，每到一个所在，拢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敢若完全无受到8月9名女性指控遭受多明哥性骚扰的报道影响。不过受害者继续站出来，比联社初五有独家报道，讲11名女性指控多明哥利用家己的地位甲声望对因学未来，歌剧院的工作人员嘛捌亲目睭看过。In between on breaks, I saw him sort of grab young women and just kiss them. And then we had at least 2 young singers come to us and say, please don't put me in a room alone with him. 这间站出来，其中一名女性今年48岁，住伫咧德州的新加老师，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表示，其实当前伊捌和多明哥共台表演，但是伫后台休息室化妆的时阵，多明哥雄雄对伊卡来手来，伊因为惊事业受到影响，唔敢讲出来。不过多明哥的公关发言人伫初五发表声明，讲美联社的报道充满矛盾，指控拢毋是事实，因为事件当咧调查当中，未对指控的详细内容做更加侪解说。This industry has some trouble with powerful men. In the case of Maestro Domingo, I personally don't believe that this is truth, but we will see. We will let the truth come to the surface. 多明哥虽然8月捌否认这个指控，伊伫欧洲的表演无受到影响，但是9月和10月伫咧旧金山甲费城的演出拢已经被取消。美国德州达拉斯歌剧院伫初五嘛发出声明，受到多明哥最近的性骚扰风波的影响，取消伊明年3月的演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德国柏林举办家电电器这方面真出名的消费电子展览。现主是已经正式开幕，世界各国有超过1900间的业者拢去参加。因为5G 这款通讯的规格已经渐渐普遍，专家嘛讲，用网络连接厝内的电器，佮有用声音控制开关，佮运用 AI 人工智慧，将咱兜变作是智慧型的徛家，这也是未来这几年消费电子产业重要的去向。包括 LG 等等卖平面电视的业者，拢杀出超大寸尺，会使升降春秋，或者是无敢若亲像壁纸同款的电视，要来吸引人客。高达已经有95年历史的德国柏林消费电子展 IFA， 为上早的广播器材商业展，豆豆展现，正做即阵以行动装置为核心的消费电子展，逐年就吸引20多万人来参观，是欧洲史上上久也是规模上大的商业展览。啊，伫咧5G 科技的带动之下，专家认为大流量而且及时的网络连接、人工智慧，也有声控科技，是未来这几年相关产业的趋势。Auf der IFA dreht sich dies ja alles um Vernetzung letztendlich. Also da geht es um Smartphone, aber auch vernetzte Fernseher oder vernetzte Kühlschränke. Dann am Rand geht es auch um 5G. Es werden ein paar neue Handys gezeigt. Aber im Wesentlichen doch sehr viel auch Fernseher, Unterhaltungselektronik und weiße Ware. 专家认为，包括笔记型电脑，也有手机啊，其实已经无虾米市场啊，产品的多样化也无搁再升级。不过，也是有厂商想要行出家己无共款的路，亲像即阵特别退出手机啊市场的 Nokia， 就杀出会使连接4G 网络的雷亚卡机2720。来为台湾来的 ASUS 也杀出这款强调锐减记忆体非常大，而且 CPU 非常之强，适合多媒体制作行业的高端笔记型电脑来应战。We're seeing a trend towards creator-specific laptops because, well, the laptop category is getting a little bit stagnant. So they need to kind of create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address different consumer needs. 伫咧今年的展览，大家也关注中国的华为科技，并不是因为华为所杀出来的新的商品，是因为伫咧美中贸易战紧张的状况之下，华为伫咧手机部门要安怎杀出重围，大家拢伫咧看。记者综合报道。10月初6，人工合作 Uber 条款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103.1条就要开始实施。不过早起有上百个伫咧网络叫车系统咧招车的司机，组织自救会去到交通部的门口陈情，呼吁交通部暂时将这条法案压后，莫则赶紧执行。因为这当阵开放这个驾驶人去考机动车牌，这个考试根本就办无够侪场。交通部是回答讲。原来会考虑开放春秋的期间，或者的驾驶人较有进退的。部长出面负责。
车标记化口区将近50名网络轿车平台代步驾驶自救会成员，拜五早起到交通部大门开记者会，呼吁交通部暂缓下个月6号要上路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103.1条，俗称“乌波条款”。自救会表示，12000名乌波驾驶大部分愿意转到计程车业，不过计程车职业登记考试张数根本无够。下个月恐惊有将近万人面临失业，讲到激动的所在，因也个跪来定情。我们的公路总局却不愿意去承认，当初他在安排这些场次的区域还有数量是错估的。另外，自救会也批评交通部要求代步驾驶人合法车合法。自救会已经全力配合，不过交通部官员却无实际解决问题，包括车牌、车贷变转、扣行、保险等问题，全部拢无解决。之前他们都是在抗拒嘛，所以之前是报名的情况就很少啊。甚至我们在桃园地区也有一场120个人的，要让他们去考，就只有1个人报名而已啊。对此，交通部发新闻稿强调，转型过程会充分考虑驾驶人生活问题。若是有意愿转职多元计程车，会考虑一定缓冲期，协助驾驶人顺利来转换。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中营公司空服人员罢工7月初6就结束，不过今仔日桃园市空服人员职业工会指出讲，这2月日劳资双方协商3摆。总是中营公司嘛继续向工会要求真悬的补偿金。另外，各参加罢工的人员，因应该得到的犹太飞机机票，甲奖励制度嘛拢互人打动，分明就是公司继续咧打劳工。因嘛呼吁劳动部要提出实际的表示，才有才调阻挡公司继续甲因算总数。公司人权，公司人权，长荣勿打压。中营空服员甲律师团提被布条来抗议，因为中营罢工事件结束到近2个月，虽然已经进行3届协商，不过工会干部认为，还是有去予资方压迫的差别待遇。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这些期间内本来就不需要提供劳务，雇主是应该需要发给我们薪资的。但长荣航空不但没有发给我们薪资，还从这20天内扣掉了我们6天的国定假日。工会指出，6月20合法发动罢工，不过资方认为这是违法的诉求，坚持对工会理事长丁仁来提告。除了安尼以外，参加罢工的人可去取消犹太机票，而且罢工的期间拄到例假、休困日甲固定假日，公司应该互因假、互因薪水，不过说来扣假扣钱，而且参加罢工的人的出勤奖励嘛，甲其他员工有差，完全不合理。劳资争议处理法53条、54条、55条都规定了要保障劳工的合法罢工，民刑事就是免责，除非刑事上有生命或者是人身的问题的时候，才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负责任的刑事责任的问题。像这些空服员追偿3000多万、好几千万，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如果认为你们行使罢工权遭受到公司的打压，那我相信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不当劳工行为的裁决的机制。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那当然工会和劳工可以向本部提出申请。如果确实属实，那劳动部一定会尽速的依法裁罚。劳动部指出，中营空服员罢工符合劳资争议处理法的规定，若是认为去用压迫，会当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的申请。劳动部会伫9月11日第4届协商内底来甲因斗3工，而且呼吁资方尽上大好意，甲工会来协商，早日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手机仔内有软体，互咱交朋友，袂输较早伫咧交朋友共款的 APP。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调查这15个有咧互交朋友的 APP， 发觉讲你若要较紧交到朋友，就要加纳寡钱，结果钱拿落超过一半拢无要退还。另外，这10个软体内底有诶吼，拢会当改生时1月，变做讲你少年人、未成年的人，嘛会当将生出世的日子改过，就入去看这中间色情的内容。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嘛，呼吁主管机关都要制定定型化的契约，通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持手机啊安装 App， 民众唔免出门，就当随时在新朋友，有影真方便。但是前几天消基会伫 Android 平台的 Google Play 商城，竟出15件下载中超过100万件的交朋友软体，并且针对年龄限制、问题申诉自动设定、加固项目退费等项目进行查核，结果发现有将近90成付费功能拢是自动订阅，而且超过一半 App 伫咧订过了后无要退钱。
这些提供服务的业者，我们已经看到过半呢都没有在台湾落地登记税籍。换句话说呢，收钱却完全不用按照台湾的法律来行事。那这个实际上不仅是对于消费者极度的不公平。除了 App 订过了后，真歹退钱，消基会嘛发现有10个到幼能体虽然注册时阵会出现未满18岁袂当加入的字样，但是只要这个处境一个自拿为修改出世的年份，就会当互未成年人无从年龄入去内底使用。而且 App 内面嘛发现真侪色情的内容，亲像援交、就开房间等等正式的资讯。15间业者内底有9间的公司拢是设伫咧国外，一旦若当到使用有问题，也是有消费纠纷。恐惊真歹找到相关的业者负责。出现了一些情色的资讯也好，或是画面也好哦，所以我们是非常担心呐。透过这种交友的一个软体或平台呢，会不会当做一个经营情色拓展业务的一个管道？消基会呼吁每一间业者应该公告合理的服务说明和退款管道方式，并且加强年龄管控。主管机关应该制定定型化契约，才会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台南。台南客家后社讲有夜光灯，7股才有8号灯。咱换来看西港，西港南海埔也有相当罕见的水族灯。咱地方遮的民众已经创作出一个南海文物馆，这就是要保存水族灯的服装、道具，还有遮的稻枪。另外内底嘛有农村的生活中真侪旧时的农具，望讲将这个真珍贵的灯头的文化，会当久长保存到好势。海玲王带头，身躯边也有鼓、棒、鱼、虾、水珠等等18个角色，摕刀啊、甲枪等等的兵器伫遐咧烧战，也融入歌戏。这就是台南西港正出名的水族灯。为着保存水族灯的文化，地方民众甲南海埔景主宫殿楼骹的南海里活动中心去做南海文物馆，甲水族灯的服装也有兵器全部展示出来。如果到若要出灯哦，咱会再摕出来用，毋是讲像要甲现大只啦，阮就是会当活用啦吼，学校啦吼，机关啦吼，后要来校外教学来看，阮来会当来甲做解说来说明，安尼会当互咱这个少年辈啦吼，这囡仔兄。或者学生朋友会当来了解咱台湾过去的这个民俗灯头。水族灯会当讲是文武相传的艺灯，逐摆伫咧西港挂响的时，拢是上界声人北的灯头。艺灯3年一颗，永存来的灯头拢是北管。1967年了后，由基努也合进，也讲黄福成组成海反灯头，尾仔才改名号做水族灯。先生无在管啦。学生就搬海反啦，就是讲老师也无伫遐，学生就伫遐咧捣蛋啦吼，伫遐作乱啦，所以可见古早就是有即个海反，即个民俗灯头。但是阮这老辈讲，迄海反哦，安尼毋好啦，咧反啦，咱就爱和谐，较会咧造反，所以怎啊加号做水族灯。南海文物馆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收藏水族灯文化的所在，佫较是地方民众感觉骄傲的文化空间，要继续互在地文化代代传传。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台南西港有水族灯，较早讲有只海反，即马改号做水族灯。看到人的灯头，国情就想到台湾民间流传的李罗车闹东海。若听念歌的歌仔先，因伫咧念李罗车闹东海点水兵，到底灵王太子安怎样一日将水底这鱼虾水珠点出来？实在讲真精彩。大仙为怎样讲伊去东海伫咧闹到讲灵王就爱派因囝出来甲罗车车拼？永早日本时代就有歌仔册，就有四库连。国庆今日就是对歌仔册扣来。另外，根据刘柳先所念的李罗车闹东海的歌仔，来扣这几句的四句连，来甲观众朋友互相来探讨。大仙李罗车红菱一个运，鱼虾水珠照做运。这也是灵王派离运，快点兵出来顺。海灵王就调三太子去掠罗车来应付，大胆敢闹咱水府，快点兵盖都。
观众朋友，你甲听，海玲王咧讲即个话，台语上界活动，真正活跳的口碑。即个言词讲，去掠落车来应付，应付就是讲咱去焊药房，本来焊药，咱来用迄个碗安尼甲拧，拧甲变做糊，会较好配滚水落后，安尼讲叫做应付。即句话，即马可能少年辈嘛较罕咧听着后。啊，另外，搁第四句讲，大胆敢闹咱水府，快快点兵戒毒。即句毒，毒来毒去的毒，就是国政以早捌甲你开讲过。心情飞扬长阳庄，风吹金发苏情郎，想龙船好往，音信全无通，伊是惊船渡风浪即个渡，啊，就是咱民间即摆选举的人定定咧讲，三个四个拢出来选，讲做三卡都四卡都即个都，就是讲去应战的意思。结果太子咧点兵，内容才有精彩。国政啊定咧讲，虽然照封新本的剧情，毋过真正咧搬，拢咧搬台湾民间的知识。讲太子一时点水兵，孤钱好打做头前，鲨鱼相拍点一面，火喊靠伊磕两边。顶板一支透架钻，水尖金枪第一长，飞乌点伊牛背远，海提一无哪人算。前日啊，国政啊，甲朋友咧开讲，讲咱念即个歌，就是要教囡仔了解世间事，包含讲念杜文啊歌嘛是。你听即个歌就知影讲，原来鱼虾水族，台湾海底有迄个顶板，一支透架钻，水尖金枪第一长，就是因为即两款鱼啊，嘴啊拢尖尖啦，过来背乌牛背远，这咱拢知。啊，海底伫海底，一无圆润润，敢若人算。这袂是讲听到即个歌就看到即个景，毋若安尼哦。后壁面也阁有海玲王，毋若干那太子尔，因兜阁有3个查某囝。讲海玲王3个查某囝，正是金色鲤鱼精，要甲落车大拼命，毋知相输相人赢。大个才有21字，头偌相长偌多味，心情注意白死死，日月相倒飞两支。吼，你甲听，金色的鲤鱼车。互念歌的歌先骗出讲，头洗相长阁偌多味，心情注意白死死，日月相倒两边阁飞两支，袂输敢若咧看电影咧。较早台湾民间的歌册四句咧，你甲看偌丰富、偌精彩就好。这也是咱讲台湾或者海洋的国家，有海洋的文化，点点滴滴咱就看会出来。袂输讲咱分林袂了的强环强者，因为海口庙寺建筑嘛真有特色。庙方，咱甲看讲，即个庙内雕刻真侪海洋的景致。你想讲金仔啦、龙虾啦、毛仔啦，这就是沿海庙宇毋才有的特色。另外嘛表明讲，妈祖就是海神即种的意义。300多吨啊，加减都去损害着。毋过顶2年啊，有上届新的精修，将原貌尽量要保存落来。咱若另抓有去拜拜，就要详细来看卖哦。来到云林庙寮，行入去强环宫，详细个看内底雕刻甲一般的庙寺无啥共款，有真侪海洋特色的木雕，亲像金仔、龙虾等等，民众拢毋捌注意到，感觉真特别。都感觉迄款咯，叫安尼真好看啊！蛤蟆，看着感觉哪？袂歹啊，袂歹。谁讲？讲哪有即种物件较熟悉啊？这木雕自庙起了后，都已经有啊。一方面会使表现沿海地区的庙寺特色，嘛点出妈祖是海上生命的意义。虽然讲进前拄到地动有淡薄损害去，但是伫107年大整修了后，有将原貌保存落来，色水嘛加较好。阮遮近海口嘛，所以拢会以海产的部分来融入这个作品。所以咱这间庙就是一寡足特别的作品，就种。规模阮就拢有啦。即马庙边啊，准备要起新的行政大楼，为着要连接强环宫形象，嘛请当初修复庙寺的师傅，做真侪作品来增大大楼内部，互民众来办代志，搁通好参观。较早200年前留落来的作品物件吼，咱就遮物件，另当就要做伫咱即个文化，咱即个行政大楼内底，会当展示伫咱即个。建筑物来馆顶互参观啊！目前庙内的修复工程大部分都完成啊，
顶抓若有来者除了拜拜，嘛会当伫庙寺4块位行踏，欣赏这300多年历史建筑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婚林理论论辈者，有一句话讲叫做生了四张。有一本看互囡仔看的绘本，上了的故事，就是咧描写讲是安怎样生了四张。即当阵哪有人甲翻译做英语，互全世界搁较侪人了解，真特殊，为了咱即个真理论论辈者特别固有的名声文化。你知道吗？台湾，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绿岛吧？这也是台湾吗？掀开囡仔册，廖庆辉当认真伫咧甲妈妈认台湾的地图，也透过这本小解招安客家香料的故事，熟悉家己的姓。所以我爸爸就是做他自己的家族谱，然后我就想要做我自己的姓廖家族谱，所以我看到这个书，然后再讲姓廖。我想要写我自己的书，自己画照片，然后就带回去英国，带回去我的学校。对廖庆辉来讲，香料的故事唔但让伊了解家己是安怎死了，也让伊妈妈廖美惠有机会回忆较早伫咧婚姻轮回乡的成长过去。他们感受以前比较不一样，他觉得说那我就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为什么我姓廖，然后之后为什么我要姓张，他就会去看一下，然后问一下这样。那廖美小姐吼，真无简单吼，伊记讲10多年吼，伊逐年吼，拢会转来咱轮回吼，尤其吼无简单是吼，伊会甲咱招安客文化吼教互囡仔，啊，甚至个囡仔想要吼来翻译吼咱生廖史章这个绘本吼，摕转去互英国人看。就连廖美惠英国籍的翁婿，也因为对太太转来后头厝，全爱着轮回乡。So I like Lumpei milk because it has a nice creamy flavour, and it tastes nicer than the cream that you get in the small pots because that tastes quite artificial. 廖美惠嫁去英国10多年，也是无甲故乡放袂记节，而且伊甲伊的查某囝也要继续甲招安客家的精神，也个文化传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理论者有一张鸡仔场，9月初3已经诊断讲，确实就是 H5N2 这型高病原性的鸡仔济禽流感。婚林县动植物防疫所张首日嘛将这场内底28900几只的土鸡仔做一摆灭掉。全国今年到今诊断确定鸡仔济禽流感有49场，其中有33场就发生伫咧婚林县。防疫所嘛呼吁讲，当即当阵热天要到过秋天，就是鸡仔济搁较高热的期间，业者定着要提高警觉。防疫所人员请装备来到婚林二轮这间土鸡仔场进行扑杀作业，因为8月29开始，二轮这间土鸡仔场陆续出现鸡仔死亡900只，经过2天，逐天死亡的土鸡仔增加到500只。经过通报检验，这个月初3确认是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支数非常的多哈，我们所里面在9月4号以及9月5号分别2天来进行扑杀，总扑杀支数来到28900只左右。防疫所表示，目前这场土鸡仔场鸡仔扑杀的作业已经完成，不过经过统计，全国今年到今总共已经有49个鸡场确诊并且进行扑杀。婚林县就占33个。即马9月季节变化，增加疫情风险，业者需要提高警觉。最多的还是属于鸡只的部分哈，一共占了21场。那么21场里面的扑杀总只数来到309000只。那么东市以及台西麦寮这几个乡镇来讲的话，它是里面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防疫所表示，因为婚林饲鸡饲鸭的人真多，而且位的所在离了真近，嘛增加传染疾病风险。若是天气变化大，这精神啊，搁饲了伤客，会造成家禽高度的压迫受感染。防疫业者爱做好清洁消毒的工作，佮注意通风，来防止疫情的发生。记者王伟雄婚林报道。中国医学大学的教授落去追踪11年来健保的资料库，发觉讲，因为即马空气污染重，咱若较接伫咧轿车、奥多摆放乌烟，造成 CO 一氧化碳、佮 NO2 二氧化氮的成分较悬的即个所在，老大人就会较容易发生目睭仁内底神经膜对中开始退化，看到物件形体会变，
看到色地嘛较模糊分袂明，就是黄斑部的病变。这嘛是全世界医学界头一摆发觉空气污染对目睭的伤害。大概若到秋冬的空污季，台湾中部拢是安尼云蓬蓬，空气污染嘛增加对心肺的健康风险。中国医学大学甲亚洲大学研究团队透过要11年的追踪，发现空气当中的污染物一氧化碳甲二氧化氮可能引起目睭内底黄斑部产生病变。健保资料库跟台湾的这个空气污染的指数来做对比，那我们把台湾的空气污染呢分成4个等级，那我们发现最高等级的那个跟最低等级的危险性差了将近2倍。医疗团队表示，追踪11年的健保资料库发现，长期伫咧 WHO 定义的每立方公尺42克以上的管高度的环境，增加黄斑部发生病变的几率，比上届地区增加要91%，其中二氧化氮引起病变的几率更悬出2倍。因为这2种高危险性的污染物，拢是小物件来产生的，来源除了大型的污染源，还有汽车、机车刷电动时阵产生的污染。不要在高污染的时段去做路跑。那这样子比较能够保护大家的健康。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它最可怕在于，就是说你一旦产生，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是经过喘气入去血内底循环，总爱刺激到有真侪血流的黄斑部，所以会造成伤害。毋过无啥可能通过目睭入去人体，所以毋免来买这种保护目睭的物件。毋过嘛提醒民众，尽量避开交通量较大的地区来做招标等等的运动，会当降低真侪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花莲这边，基内山入山的路口有大陆区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员去看到水鹿啊出来咧找食，翕到真罕见的镜头。近来嘛有袂少去爬山的游客反映讲，同款伫入山口遮去看到水鹿，拍算就是因为水鹿愈来愈大阵的款。一透早这只水鹿点点伫草坡仔内咧讨食，看到鹿角，咱嘛知影讲这只是鹿公。因仔像有知觉到保育巡查员伫咧甲翕，头壳煞举起来甲巡查员对上。这个珍贵的镜头是伫咧基内山入山的路口即角翕到的。大陆区国家公园管理处嘛表示讲，水鹿啊是保育类的动物，主要是住伫咧海拔较悬的关山水源地。近来发觉讲，国家公园内底水鹿啊，哪像有愈行愈山的，当然爱详细搁再追踪甲观察，看讲水鹿的生态敢有改变。国家公园管理处嘛呼吁讲，水鹿啊较惊青云，咱若爬山的游客有去看到，都毋通惊伤晚。过来换看美国的加州，因为开路造成野生的动物山西生存受威胁，当地政府就将其中一则路专门要开予野生动物行，即马已经规划出全世界上较大型、长度61公尺的野生动物的通道。加州这条软过圣莫尼卡线的101号国道，每天拢有30万台车经过，是当地正重要的交通路线。不过，这条10线道的高速公路，所甲野生动物的车地挂在两边。自从2002年到即马，已经有17只美洲山狮要过车路时阵，互车撞死。What you're seeing with the 101 freeway is it has actually acted as an ecological barrier, and what it's doing is creating an island of the Santa Monica Mountains,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as we know, nature does not like islands. 动物专家也发现，因为这条路的关系，有一只编号 P22有装 GPS 追踪器的山狮，孤单一只住伫咧正位国家公园区，无法度过车路去找其他的伴。可能是这个原因，伫咧过去就捌发现山狮有近亲繁殖的情形。专家担心，果安尼继续落去，这个美洲山狮伫咧15年内就会绝种。为了要救山狮生存空间，加州交通局决定伫咧101国道顶头起长61公尺。面积0.4公顷，全世界上大野生动物通道，地点是伫洛杉矶市56公里的阿古拉山区。So, and obviously this type of project gonna be an inspirational project for the future. So I'm hoping to see more and more of this type of project coming in. 其这条通道将会开8700万美金，预计伫咧2023年起好。专家希望到时山狮、蛟龙、甲山鸟等动物拢会当对这经过，互人类甲野生动物会当和平共存，莫阁发生落雪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和明仔载，因为冷冷风台外围气流，各地气压的影响，咱全台湾半空中的水汽共款加真高，可能有短暂的大阵雨。气象局已经针对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上低28度，上悬32度。台南、高雄、屏东上低27度，上悬30度。宜兰、台东、花莲上低29度，上悬33度。我是郭国清，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咱同这个时间再会，多谢你。